请冯点老师慈悲，前道主公，温道主公。点老师好，点老师好，各位前贤请坐下。这个保持一点公尺以上所以后面口罩配合把点各位点人师各有主席顾问有处长副处长有领任组长副组长，大家早安。好，点老师早安。非常的欢喜伫这个拄好嘛，当过年大家会当搁在这个新春的当中来同聚一堂遮受佛光的普照倒来咱老母牛的这个圣殿感觉无限的这个欢喜，感觉非常的欢喜。那因为元宵以前拢算是过新年佛法伫遮来甲咱各位前贤大德来拜一个年年佛法伫遮祝福咱大家扭转乾坤会当身体健康让实现时感恩。感恩点老师慈悲祝福。今日咱或许伫遮依照这个天时应运甲一门清净这个主题，伫遮甲咱各位前贤大德互相来做一个研究探讨那当然，伫这个前贤来讲甲咱讲现在是蜜月期，年日应运，年日年日份逢倒卯时节在将天盘，未来份嘛已经形成了现代份所以讲咱修行看天气，修道看天时啦。亲像咱今日食柑足简单，是毋是？咱搁经过1个月后要食柑有可能就无所以讲伫这个天时的应运，既然伊的应运是有时间性的，有时间性，所以讲伫咱大道普渡天时应运的当下，也就会当得到。亲像咱伫7月内底讲普渡好名字有中有这个月头的普渡这个月半的普渡，甲月尾的普渡。那当然，伫7月份有3届的普渡，伫一关批129600年都有3次的普渡。那当然有青阳期、白阳期，甲有红阳期、甲白阳期。所以讲现在天时是天运，道运是行在西方，假生因在50属北。所以咱的时运到这个当中，嘛就是这个烟雨之吉。但讲火烧爆伫这个末节年的当中上天慈悲，伊当降下了这个大道，会当互咱先得护修。所以即摆也就是弥勒祖师的应运。所以嘛，因为安尼咱来拜在弥勒祖师的门下，作为弥勒祖师的观想。所以讲弥勒经来讲，弘扬了道归家去，转道三用弥勒尊。所以这是天时的应运。那咱人前世优秀，伫即世的善根福德，伊因缘具足。拄仔好前年拢已经有甲咱讲啦慈悲啦。那个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当然，在这个白阳期的应运，
咱会当进入了着即个道中，咱会当素食清口，作为人才，是咱修十世。这是地成功大仙甲咱讲，咱修有十世，但促成了着即个因缘。那么伫即个因缘来讲起来，就是单一。即个因缘有种种的因，有种种的事，那么来促成了着即个因缘。也就是讲，你今仔日会当来得到，毋是纯粹单一因缘，是各项的因缘。第一，你一定要三缘具足。也就是你过去已经有修十世，即世人有了着佛缘，根基组成，你今仔日才会当来得了着即个道。所以讲诶，既然咱的因缘成熟，咱有法度达到即种遮尔好的因缘咱爱好好把握。既咱会当修十世，咱讲真诶，修道、学道，咱牺牲奉献有济无？然后大家开始讲真正啦，伫道中拢是看拢是摕出来尔，敢有摕起来？敢有？无啦虽然看袂到，有天拢甲咱记条咧，所以讲这嘛是个烦恼啦。所以伫即十世当中，咱所牺牲奉献，会使讲有够济啊。那么伫即个最后，伫即个最后，即个天道应运，咱会当来得了即个道。只要咱会当好好啊把握，无情差即世啦，十世都拢牺牲奉献去啊。那么差即世，佫会当得了着即个道，咱会当好好啊修持，咱大家拢会当功过光光。所以讲诶，咱伫后壁咧，要安怎伫咱得道修行学道，伫即个五轮恶世内底，要安怎把持不动，这就是咱修道诶工具。这就是咱修道爱去把握的，无稍纵即逝。因为咱有今仔日，敢有一定有明仔载？敢有？无一定啦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把握。所以讲咧，伫咱修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咱当着顺甲逆，拢是咱修道的正常缘。希望咱会当好好应用了着即个正常缘。便切了着家己，会当伫修行学道咧达到圆满，最后会当成道为天啦。那么首先咧，咱着爱有正确的坚定信念，咱一定对即个道咧爱有信，因为信为万缘的功德。今仔日咧，咱得到了道了后，咱若无甲相信，其实咱所行的有限。安怎讲？若要做，也用骗。若毋做，佮遮尔济人咧修道，现在道传已经有84个国家，200几个城市啦。伫即个正百当以内咱有法度开发了84个国家，若毋是道真、地真、天命真，人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伫即个天道应运的当中，天不言，地不语。靠咱人那么大天宣化，替天行道，所以第三者普渡，天来人，人来天。因为天不言，地不语，一定要照人的嘴甲身躯去大天宣化，替天行道。那么伫咱办道的过程，咱一定要来天。今仔日若毋是上天慈悲，仙佛慈悲，到处去显化做道。咱要去到外国，佮无共的文化，有法度伫遐办道办甲非常的方便，要伫倒来。无互人有体会会到、看会到，啥物人管？相信咧讲真诶。咱今日个坐伫遮，咱就是对即个道的信念，感觉讲对啦。你若有亲口素食。甘愿伫即个道中做人才，各位真诶，敢是安尼？是。所以讲咧，咱一定要坚持遮尔好诶信念，爱不断诶，来精进努力所以讲咧，第二点，坚定即个信念坚定，不改初衷。当讲成道如初次，成佛便有余啦。那
面伫后壁，三心中义，见义思迁，对道失去信心，来投他反问，这个伫这个所在，嘛是先分的慈悲来甲咱讲。咱若无坚定的信念，对道若无这个信念，你无了解这个智慧，其实咱今日伫这个修行学道当中，伫这个千教万门这个当中呢，咱会失去了这个信心，因为咱的信心若无坚定，佮家己进步的话呢，有足容易，咱会产生三心两意，是要来遮较好，还要来遮较好。爱是拢相像，讲伊敢有相像？敢有？敢有干了？无干。若有干，先元皇帝礼拜72书，敢是安尼？一拜72书，上少年的60岁，上无还阁有65岁。为什么伊甘愿最后拜在广生主13岁门下？这个咱爱去家思想。所以讲咧，人讲摸着紧，摸不着紧较修行。今日囡仔毋知是天时的应运，真道感谢。咱讲这个咱会彻底了解这个时机。所以讲起咧，毋是其他宗教毋好，是应时应运。咱较多讲，要食柑仔咧，嘛着爱这个时阵咧，才有柑仔通食。若无伫1个月前、2个月前，你食柑仔没有？1个月后佫过，嘛无柑仔通食。所以讲咧，这是一个应时应运，咱会当把握伫这个时机，咱人咧趁钱嘛有时机呢，敢是？迄若时机拄好搭有对吼，迄安尼过来后人趁，过来后人趁，过来后人趁呢，会使讲非常的好。那么这就是咱的命运。所以讲咧，一贯道统，非时不降，非时不断。当然咧，咱今日会当得到第一，咱一定要培养人心。有人的身躯，要有人的身躯，就是你人格，你的人格，你的人格具足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你若无具足人的格，是啥物格？敢有迄个人咧方面讲，你是迄个人那是有精神，敢捌？报纸啦吼，若真啊做得足歹，迄报纸刊出来，人面兽心啊！那像安尼，以后伊无改变，以后对去，你曲心倒去，因为伊失去了人的这个格，所以今日咱要得到，一定爱有了这个人心，所以得到有数人，人心难得第一，人心难得，中华难兴，兵书难有，真道难逢啊！所以讲咧，这伫这得到的数人，咱拢有法度掌握会着，希望咱好好珍惜着这个经验。那咱今日咧，道经、地经、天人经，咱咧求道的时阵，那么咧上下咧咧甲咱讲，那用天表文，提起地府抽名，天龙挂分，这千金万银，各位前辈，咱敢有听到？有啦，真正有听。人死通常拢是硬哭哭的，但是只要得到，无论你功德大甲小，只要你嘛应非得拜德，耳朵身软如绵，这是求得到最好的印证，就是伫这个时阵。但是毋通等到这个时阵，等到这个时阵，有可能时间已经过足久去啊，咱荒废的时间嘛足济啊。所以，互我哋来讲，伫咱泰国嘅。昆布有一个道亲，因为因爸爸咧是一个巫师，巫师就是咧共处理人的部分啊。那么咧，人生内底当然毋是干那一个尔，阁有另外一个巫师，伊是无得道啦。但是咱这个道亲，因爸爸咧得到规身100岁年了了后，身躯身软如绵，安尼敢好？身软如绵敢好？敢有正常？无。敢有？毋是死拢硬骨头呢。所以讲咧，伫昆蒙另外迄个无得道的巫师呢，伊就讲奇怪即个人敢死，身躯拢高，迄无正常咧。要安怎？伊要家己做法，做为身躯硬起就对啦。这一顿菜
差到笑咧，哦，所以讲咧，转去了后，身软如绵，这个面色咧，愈来愈好看，哦，愈来愈好看。真诶，因妈妈拄好甲转去，哦，互我有去甲，慢听姐姐咧讲，哦，呾转去哦，面色无好看，哦，伊后来佫转去，迄工佫转去，小转诶时阵，哦，我即摆面色差足济，哦，哪想问题安尼尔，哦，面色诶红润。这人是道经、地经、天命经，上天老母娘的慈悲，这个弥勒祖师的风趣，哪有这种的随象？哦，那安尼都不足以来甲咱做一个引证，其实，哦，也是这样那当然，伊天时的应时应，那包括咱福建人的已经有讲啊，佛法的啊。而且咧，去交咱讲一下，吼依着这个文字，伊这个大本一经甲咱讲，你是世尊即身右手以无弥勒菩萨摩诃萨顶，作如是言弥勒，我诸佛地，东来有东来月世，何500岁，正法必是，意思毋是正法必。伊一定是应时应运，转换万象。他拄仔讲过，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真。伫即个何500岁，嘛就是讲伫即个佛陀咧，到即摆咧2500年，阮有了解这5期，他拄仔福建已经讲啦，尽多5525何500岁，那么正法必是。你当守护佛法经，守护佛法经宝，福定断绝。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嘛就是弥勒祖师的应运。所以泰国咧，咱主念，会使讲咱春季灵验之悲咧，就安尼先专了解这个困难的道亲咧，伊熟悉这个这和尚咧教这，伊和尚学校咧伊有熟悉。所以讲咧，去和尚学校拜访大和尚，因咧校长老师，所以讲伫迄当咧，干那和尚咧来求道诶，差不多400个。所以讲咧，伫即个去找这大和尚诶时阵，其实好势嘛要甲伊解说啦。讲即摆是弥勒应运，若无和尚，应该是就是弘扬时嘛，所以咧要甲伊做解说诶时阵，袂啥物讲着，伊讲这伊拢知影。因为伫经典内底已经有学着、有看着啦，所以讲咧，因就会来得到，所以咧，伫迄当咧会使讲一批30多个、40个、60个、50个，安尼不断咧带来不断得到。所以讲咧，伫这和尚内底咧，伊了解即嘛是天时的应运。所以讲咧，唯有会当归在弥勒的这个属下，才会当得到回天之路。这嘛就是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咧交代所有弟子，伫伊涅槃了后，未来咧一定要归在弥勒祖师的门下。所以讲咧，弥勒祖师受到释迦牟尼佛来灌顶，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咧？无互弥勒佛家己归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知影未来佛就是弥勒佛，所以唯有所有弟子，干那弥勒佛，干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咧，无互弥勒佛来归。所以讲咧，这也就是这个天时的应运。那当然，伫泰国咧，咱的坤道的人才不能靠近和尚，拢行伊去客去。所以讲咧，你也看咱来天道去入边啊，安尼咧，较袂去失着人的咧。这人才要出来讲三宝，他们都不敢讲。伫和尚的面前咧，因拢唔敢讲那么再来，这个嘛就是伫泰国200几岁泰国的高僧游道，这200几岁。所以讲咧，因200几岁的时阵，其实咧，伊已经修甲会当离开。会当离开了个身躯，所以伊就游去到这个南天门，伊想要入去，要去互仙去甲伊挡掉，伊讲你袂使，你袂当去。伊甲伊问讲，
爱安怎呢？咱会当去？伊讲呢，你爱有得道，你爱有得道。伫时间到的时阵，自然呢，你就会当得了解即个道。所以讲呢，迄个时阵呢，你才会当进入即个人天嘛。所以讲呢，伊伫经过了着百夫当的时阵，嘛就是天道应运的时阵，那即个咱法医崇德呢，莲文师去伫一个砖头，因为迄个砖头呢有一个年轻人，伊来得了着即个道，伊感觉道足好，要甲即个道呢传导转去到伊个砖头，那么呢，点论师去到遐点道的时阵呢，因为年轻人甲伊讲讲离遮无介远呢，有一间佛寺，有一个和尚，已经200几岁，所以讲呢，伫这个时阵，咱的电文师因呢，会使讲非常的辛苦啦，坐车坐20几点钟，搁行7点钟，这时间去到了着这个和尚的这个佛寺。那么伫迄个所在呢，其实伫因教的时阵，和尚拢已经2边排班伫遐等。那么为虾米？因为和尚进前求道，点论师咧去的这个3天，志光老师已经甲伊讲，有咱台湾的点论师呢，会来到这个所在，来主将道传互你，恁会当了解这个现实。所以讲呢，伫迄个所在呢，会使讲是所有的佛寺的和尚拢来得道。所以讲呢，现在比方也应运，若讲一般头大念唱法门呢，嘛已经形成过去。唯有求道，哪会当超生了事？所以咱讲前提，咱爱好好把握了解，咱会当得到的因缘。那么呢，用以弥勒菩萨为当来下生之如来佛，为以讲，并时时期待福慧相续。咱各位前提，伫咱每一天早暗天亮的时阵，咱甲有讲。以祖师妙法里面，何必众生忏悔前，改过自新，当自天华。咱到逐工，伫咧咧拜忏弥勒佛，也就是讲，咱已经归在这个弥勒上下，尤其是咱拢已经有数失千口，所以讲呢，咱绝对会当往生了着这个道术天地内面，的这个道理。这个就是理天分别道啦，那当然呢，伫这个红的部分，也是讲你求着道，会当记这三宝，但毋过你无修行，就是落伫这个外面内底。那么你会当求道，福慧双修，你就是伫这个外面。那么呢，伫这个大义，也就是讲你爱数失千口，爱有地眼无地眼无神毋通讲我安尼食就好啦。安尼遮无地眼，你就是无注册，无伫上天遐注册。所以讲呢，咱有数失嘛，一定爱地眼，以地眼眼魂为主，咱才会当进入了这个大义，为之天不义，为之地天。所以讲呢，咱会当有这个因缘，去好把握。所以讲呢，现在就是弥勒祖师讲天华，师尊师母讲道华。来承担了着这个三者普度大业，那么呢，我互咱看这个图这个图呢，也是讲伫遮诸会开天，体会辟地，因会人生。那伫诸会到5会这段时间有为了着这个成绩，春天夏生嘛，伫咱每一冬即马要到春天啊，万物萌芽，到夏天。树啊，是当讲非常的这个茂盛，这叫做成绩。第5会到了着这个主会，这为之杀机。所以咱嘛要到秋天的时阵，为虾米咱树啊会落叶？这就是落伊了杀机。这伫这个花泽的内底呢，伊的时运行到这个当中，任何人无法度去改变。所以讲呢，伫遮呢，就为了这个杀机。所以新会伫这个新会修人，这个有会修地，那么呢，伫这个戌会呢，这个受天，到亥会就是混沌。所以咱有春天、夏生、秋收、
多种啊，所以讲呢，咱来甲看，伊会使讲即卖呢灾业会使讲濒临啦，哦，灾业愈来愈济。为虾米呢？那么这也就是已经进入了着误会，到这个主会当中有了着落在这个杀机。哦，所以讲呢，落在这杀机的时阵，上天引导三处的普渡，哦，有青阳期、红阳期、甲白阳期的普渡。现在是白阳期的应运，所以讲呢，伫咱过年的时阵，每年咱拢常看到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好好，会当得到了这个道，非常的舒适，非常的难得。所以呢，咱来好好呢，把握了这个时运，会当成功表演哦。那搁再来呢，这就是太上无极浑元真经甲咱讲，上天道和含车道，替天祖先行大罗。中科道人间生灵，温温重新发轮回。下道地下科道地富有平，恶鬼畜生可超生啊！所以讲的是这个所在，咱人来到咱人来到世间出世，人死搁倒转去地狱。那么伫地狱依照伊在世的功的善恶分判，会当去到替天，作为了着神仙。神仙有了着几百年的香烟，几千年的香烟，离家去投胎转世，来到了着这个上天。所以讲呢，无法度了脱了着生死，叫做搁倒伫轮回生死内底。那么呢，现在呢，大道普渡了着真则。咱100岁年老，得到了后100岁年老，可以直往无极倚天，毋免搁去到阎天处遐。哦，所以讲呢，咱修道呢，这个下礼甲咱讲，请三观大地摕去地府抽命，天堂挂号。所以咱100岁年老，毋免去阎罗天主才搁去，咱直接去到无极倚天，嘛就是因为安尼，咱人100岁年老。咱的身躯身软如圆，人心足好看，因为伊无恐慌啊。那么你无得到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当然会惊，有可能佫是被乌白无常来咧欺压。所以讲个人死人看惊，就是安尼。伊7孔业业做1孔，哦，但是咱有得到了后，咱就倒伫遐吞去，哦，会使讲面色突然好看。所以讲呢，这个是天经地义啊，哦。那么呢，再来来讲，替天代先爱求道，所以讲呢，咱以后算谈呢，嘛有一个土地公来求道，伊得到道了后，伊替天，但一往了就这个无极天。那么呢，伫这个地座，也就是讲咱的祖先，一做得到9年7做尽将功业，一做成道9年7做尽超生。伫咱功业成功了完，功业有够，吼，咱会当报告互咱的点文书，吼，互咱的前人，吼。那么呢，伫前辈者呢，伊有认同，肯定你的功业有够，你会当超越你的祖先，对地界呢是超过无极倚天，所以讲呢，三朝普渡，三则普渡，那当然呢，伫三则普渡的代因。这就是咱共同的爱来甲伊承担的，所以讲呢，伫白羊期会使讲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难得那么129600年呢，当然即届这个大开普渡，所以讲咱一定要好好呢来珍惜了这个因缘。那佮再来呢为虾米伫修行的当中，咱若有坚定的这个信仰？无够坚定好甲歹，有当时好甲歹呢，用咱家己的心。有当时咱来到道中付出无人救人，咱拢可会去当着逆境，顺境免讲啦，当着逆境，佫会当着痛苦，佫会当着无钱，有了真济这个不如意的代志，所以讲呢，对道会失去信心。所以讲呢，话呢会走去学心痛。有当时伊会感觉讲，咱这一贯道来遮，听这道理嘛，无感觉安怎啦？这我嘛拢会啊，各位前人咱敢拢会啊？
会啦，是啊，拢会啦，听有甲啊拢会啦，但是做袂出来啦。这嘛是破线的缺点啦。我嘛捌呢，道理捌啦，但是做袂好势。那当然呢，咱伫这个所在无法度人真正甲家己呢做无好势。那有当时啊呢，就讲啊，大家嘛无啥啦。咱来做迄种伫咧顺流动静，减少心经、散高心经、这段心灵啊，还是讲去的时阵呢，甲你念念的迄个背落。所以讲呢，咱就容易动摇。咱的迷失在这个顺流动静，在这个有好奇心，想要来学这个情况，咱各位一个，互你学有点少心经会发出，当你死了后。你敢过会点少成经？敢会？敢会？会啦。那么呢，你会晓点少成经有顺流动静，这叫你生死无关系，因为你无修行，你无修行啊。你家己会晓去学迄，好奇去学迄，来点出了解家己，你甲看觅，我就接到。散到心经有影，点少成经，这偌迄个，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只有落在顺流动静呢，咱要当了脱生死。所以大家讲，非见低见远，这个不是正知正见，因为不能了脱生死。搁落伫即个素心中道的轮回内底，其实诸佛菩萨呢，因无爱这物件。所以讲呢，世尊毋但是金刚经甲咱讲，凡是有为法，诸无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个跟生死没有关系。咱今日去得到正法了后，咱毋能够迷失伫迄个所在。咱爱好好伫咱道场，好好研究道理。你无了解，你去甲研究，伫经典内底，诸佛菩萨拢已经甲你讲到足好势啊。袂过互你迷失去，你会迷失去。因为你了解不够，所以唔当叫咱爱一门深入。当你得到道理后，你爱一门深入，因为咱先得后修嘛。你若无讲在研究道理，咱来知影讲他为什么爱得道，为什么爱修道，得道有啥物好处，咱唔知。所以讲呢，咱爱不断有时间，一定爱出来参班，私底下咱会当家己去自修。所以讲呢，有了解就也讲咱无向对向对自修身心，咱无向对自修身心。当你有去向对自修身心的话，你就知影咱人甲万物的缘对对来。咱爱知影咱的缘对对来呢。咱今日去大家来入班，等一下讲毋知路通转去，安尼敢有大，输敢有大，输较大枪，输较大枪。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得着道，较拄仔讲的，为虾米咱交去庙拜拜无共？去庙拜拜，拜拜就当然安尼尔。咱今日来伫道中，互你了解只以至善之地，互你会当受民俗一致，拍开了就你的天官条。会当互你的生死门户拍开了后，让你生死自如；会当互你定归倒转去你的本位，因为你是对了解，互你知影有一个根源。所以讲水无源，伊就不远；树无根，伊就不好。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因水思源。所以讲呢，咱就是先了解。所以讲，伫大学甲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白家己有一个明德。然后，亲民就是亲民度者，亲民使家己的心灵会当凝足心灵，改变着家己凝足心灵，这就是亲民。在知以至善，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知以至善就是自觉觉他，叫做觉行圆满。你若有法度人自修，向来自修身心，其实你就慢慢了解，为什么你要来得这个道？当然咱互咱了解到这个事情。那么当着彻真意外，万天万地万神无保庇，这就是咱人拢一直无法度人去改变度。为什么咱会安尼？伫世间，人家己拢
一帆风顺，要钱就有钱，要地位就有地位。但是有的人要想要有钱，人讲前手接钱，后手空，趁愈济，了愈济，为什么？伫伊的人生内底，为什么袂当一帆风顺？即摆呢，碰到这挫折了后，怨天怨地，而且甲咱讲，咱无内心自觉，咱无去想，为什么我会安尼？咱讲伊真诶，人拢会当好，偏偏一个人，人拢好诶，咱歹。咱搁讲较近诶，共款爸母生的兄弟姊妹命有够共？为什么也无共？敢是恁爸母有偏心？敢是阿妹？恁爸爸妈妈有偏心？无偏偏这姊妹为什么？毋是爸母有偏心。爸母万主生养，万物生风，这就是天性。但是有咱个人的根基，所以讲呢，咱的亲兄弟姊妹命运无共。那么为什么命运无共？就是道理因果。各位姐妹，敢是安尼？所以伫遮甲咱讲卖因果理，你无了解因缘嘛。所以讲，你着甲即个怪上天，我安尼天啊地啊，我安尼度遮济人，我咧道中安尼打帮做，我都无输人咧。但是我着安尼都袂好业，若咧艰苦我嘛拢无欠息诶。倒凡事无好诶，我拢伫我诶身躯啦，天拢无保庇啦，毋是天无保庇。其实呢，咱老师甲咱讲，徒儿，你的所作所为虽无心虽上天补你千倍，咱保庇足济啊，保庇无看到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迄有当时若发生代志，一动落去诶时阵老不好生命无你。若无呢，就是推骹破相；若无就是变成植物人。但是伫你成功表演的当下，付出了伫这个苦的当中呢，那上天呢，甲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为关心地区甲咱讲，6万多年来，任何人袂当无业定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着诸事因缘，好的我们就是感恩，不好的我们就是忏悔过去。咱会感觉讲，这是咱自作自受、自导自演。所以讲呢，人怨天尤人。所以咱咧修道，咱一定要了解因缘果报这个道理。唯有着好好修行，会当只讲到地道，以后靠谈判的筹码。为什么讲爱叫咱只讲地道？因为有当时伫咱业力欠钱的时阵，咱若如果没有谈判的筹码，爱讲公平互人咧。当着代志爱讲公平互人咧，当时爬山迄个因缘，唯有嘛是爱做公平啊，公平做做尔，你嘛无看医生啊，都好啊，无代志啊。发生的时就是安尼，咱讲要死去啊。为什么做公平？就有谈判的筹码。谈判的筹码，你平常就要储存起来，唔通临时抱佛卡。佛卡呢，丢起来抱得上，倒卡啦。有当时身份唔保庇，因为咱无谈判的筹码嘛。所以讲呢，咱若无内性知觉，卖因果理啦，那么过来就安怎？你也袂保庇啊，想要头大人嘛无效，出来做人才嘛无效，啥物嘛拢无效，袂保庇。就爱安怎？就安怎？就一天过一天，一日无收一日空，就一日过啊。反正做嘛，得袂着嘛，无保庇嘛，该就算，咱偌艰苦咧，所以讲呢，伫这所在以道相会，来糟蹋了这宝贵的人生。咱这身躯，各位姐妹，这个身躯健康，互咱会当轻功了决，你定爱珍惜伫当下你身躯的用尽。若无，咱若身体上歹去，你有冲天之志，讲老师，我即摆你若无我好起我要来搬山过岭，我要来爬山吞海。哪有路用？感觉一定有迄个因缘。毋通跋，毋通存着侥幸的心啊！所以讲的伫这所在，咱的身躯只要过当应用，当然咱伫圣观内底，
当然呢，该拼经济，赶快来拼经济。但是咱有闲，伫先后起蛇，咱先天爱做。银行欠款，天路银行欠款，后盖即个环间的银行这钱开袂着，无要紧，咱天顶阁有一道，咧烦恼啥？所以讲嘅上天无私伊的是用你的功德来定你的高位，毋是以伫个伫即个人间的地位来定你的高位，不是这样你真做总统，毋是代表死去就当得去所以讲嘅唯一就是你一定爱做，一定爱啥呢？一定爱成功表现，当然呢，伫咱时间非常的宝贵。要互咱会当上天慈悲啦，互咱算完变成，毋免去做回收甲物故咱会当参车在此，咱有即个辛苦呢，爱较辛苦一下，爱较辛苦，佮安怎艰苦都袂比去地较艰苦啦，敢是安尼？佮来道中讲，互你偌艰苦啦，真正袂比去地较艰苦所以讲呢，咱伫圣完都能够如意，会希望在圣完当中呵呵起蛇。会当投入伫即个道中，大帮助到来建立伫即个功德所以讲呢，大道真实，咱一定大道一定要真实。伫即个正百当的当中呢，开发84个国家，无共的文化，去到底办道府非常的方便。那安尼毋是道真理真。